你間屋太亂啦，間屋嘅狀態呢，就係你潛意識嘅投影嚟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tella K， 關注我，每日幫你重整潛意識，帶你校準頻率，顯化你想要嘅一切。咁當你屋企咧堆滿雜物啦，每一件嘢咧都係亂咁放嘅時候咧，就係一個咧未完成嘅信號。咁佢會無時無刻咧消耗你嘅能量啦，令到你個磁場咧變成為好混亂。咁你個腦裏邊咧，每一秒咧都要處理一個叫做咩視覺雜訊。咁好似咧，我哋一開個電腦嘅時候咧，同一時間開幾百個程式一齊咁樣。咁咧佢會持續去消耗你嘅意志力啦。咁當你嘅意志力咧消耗晒嘅時候咧，咁你邊有精力咧去聚焦翻你想要嘅願望咧？咁一個咧環境混亂啦，氣場咧其實係會停滯嘅。咁你執屋嘅時候咧，其實咧就係你同個潛意識講，我係值得擁有咧一個好清晰啦、好有秩序啦嘅生活。咁你清空咗嗰啲咧，唔係雜物，係對匱乏嘅執着。咁其實咧唔係一次過要大執噶。你只需要咧每一日咧去揀一個角落頭咧去清空佢，咁騰出一啲嘅空間咧俾自己，騰出一啲嘅空間咧俾一啲嘅新嘅好運入嚟嘅時候咧，咁咧你就唔會再俾一啲嘅亂嘅環境去拖累你嘅頻率噶啦。咁留言話我知，你執完之後你有啲咩感覺？環境乾淨咗，好運先至會入嚟噶。